讲到福建话，甲咱台语是不了相像，因为是东南亚甲华人之间主要通用的语言。不过后来受到语言政策的影响，已经渐渐咧消失。即马马来西亚有一群少年人因发起讲福建话运动，因去新马社区录音，佮用咱台湾的台语罗马拼音的这个系统建立因语言的资料库。 会馆的有是台湾节目，其实我袂晓。这是马来西亚槟城偏向漳州腔的福建话，伊甲台湾台语真相像，不过结合马来语、英语甚至是泰语，体现多元文化独有的风貌。不过，这款的语言正在快速消失。马来西亚出现的问题是，甲台湾拄到的这个问题是相像，伊就是受到这个中国汉民族主义的影响。因年台湾甲新加坡拢推行讲国语的运动，马来西亚嘛跟着安尼做，福建话就安尼为校园甲公共空间豆豆去用排除。所以新加坡就看到台湾伫做嘛，伊本抄咯，一抄，然后马来西亚看到新加坡做，马来西亚本抄咯，有当家的拢总是用华语来教，这是错的。你会看到一旦教育媒介一换咧，有当学生的语言的倾向，伊就换去啊。甲母语压落底变做方言，囡仔自然就无阁使用福建话。有的学生伫校园内底讲母语，甚至会去用发写、方记稿。大家可能觉得说，如果你是讲方言的话，那方言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粗鄙或粗俗的语言。老师发问，那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要以中文为主。那如果你以方言来讲的话，其实也是可能会有被罚抄、被记过，会有罚钱这样的情况。由必联福建话协会发起的讲福建话运动，用录音大量收集新马地区的福建话。因个甲人做过来，你都爱10支肉啊，咪做油。 煎啊，恰，来放迄米肉讲。而且使用台湾教育部开发的台湾台语罗马字拼音，甲所有语音拍做是文字，建立家己的语言资料库。你连泉州音本会拍做，唔干那是厦门音，咱闽南的这个圆啊，唔是啦，圆啊，本拍出嘛。巴上的时候讲去倒落去，也去坐落来，坐安怎拍，厦门是无的嘛，台湾教育部改做了这个拼音方案，真好用，咱就摕来用咯。语言要活着，就必须出现在生活中。与其让父母教导，学校与政府更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。为体育课等较简单的科目开始，用福建话来教学，改变教育政策，豆豆扩大福建话伫公共场所使用的空间。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，马来西亚槟城报道。